英如继续要来关心中营航空公司空服人员大罢工影响到旅客坐飞行机的行程，马去耽误到桃园机场，飞行机载货落货，停飞的这飞行机停满规个停机坪，规个吵。桃园机场变无所在，通好春秋。昨昏中营赶紧甲一挂飞行机徙去到高雄。另外，机场美食街行李嘛去新到滚头皮，点头实在三声无奈。飞行机取消，旅客唔来，行李落差不多3成。 暗暝时间，桃园机场的卖食的鸡人真少，生意真歹。头家足无奈的讲，家己嘛是罢工的受害者。平常这个时候应该很多人了。对呀、现在都没什么人嘞。现在都没什么人。差很多。要取消那么多班机啊！中营的班机停飞，一部分的旅客归去就取消行程，外来机场啊，开伫遮的店生意嘛受到影响，业绩减3成。不光是客人少，员工也少，所以差蛮多的。 希望赶快落幕。希望啊，当然希望啊。哎，老板做不下去，我们通通都失业，不是只有长荣受影响，也不是只有那个游客受影响。我没有工作，谁养我？内底无啥人，啊，看卖外口的停机坪，飞行机停甲满。顶礼拜六，中营搁捌一声就停60台伫遮，空间变个真矮，影响到货机上货落货，敢若会当想办法克一个。目前是在规划一些东北角的货机坪。 以及协调航管，将部分比较不使用的滑行道来关闭，来提供长荣的过夜班机使用。中营赶紧甲班机送去高雄，敲一寡空间出来。啊，飞行机唔飞，嘛，互专工来看中营的飞行机起降的民众有小可失望。他们都没飞了，你。那你们今天来几乎都看不到吧？看不到啊！来看华航好了。就看华航了，这不是。罢工短时间内未收煞，有甲中营旅客甲消费者三边拢输，嘛是大家拢无愿意看到的。记者综合报道。